喂，老哥，真啊，今年过年个 party 准备得样办的哈？唉，老哥我同讲，个来宾嘅名单嘅早就送出去咧，记得俩下应该才来嘅路当空啊。我本看一下今年前3批嘅来宾名单有嘛？我来看一下，有请。好，我看一下哈。哇哦！都要下班呢，啊！恭喜，太呀赚发财，好事连连，幸福天天来。恭喜呀大家，万事如意快，从今以后有福甲大家来。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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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锵咚锵。恭喜！叫大家笑风，咪三年嘅做路。天边天日日发，就是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欢迎过年特别节目的主持人罗时丰，起码新年快乐！大年初
呀闹连连，上上恭喜太呀太传钱。白云锣鼓连天涌，家家户户庆团圆。后转后，从年跳天青纱披呀儿哟。后转后，从年跳天青纱披呀儿哟。后转后，从年跳天青纱披呀从年跳天青纱披呀，傻傻归年好风意。下面好开运哦！哎呀，根本有嘅安尼客家电视台一年一度嘅过年特别节目啦。冇錯，有請請到優秀嘅睇來賓啊，嚟同大家同樂啦。一條來賓，當然主要嚟睇嚟聽下頭腦熱。誒，當然咯。今日係重金禮品，又邀請到國外嘅來賓啊。哎呦，冇錯，歡迎都來咧。馬丁係用假斯丁啊，朋友。美國嘅客家人啊。你皮諾可，黑傑克旁邊那位。大家好，わかりました。日本嘅啊，上到係做日本嘅啊。等一下哦，請等一下哦，請到唔係客家嘅朋友，還有any客家嘅朋友嘅嘛？好朋友嚟到兩片。今年係龍年嘛，所以一開始嘅開頭就要唱龍來表演，對嘛？今年係3年啊，3年，唱啥片演哦，蛇蝎美人對嘛？去年他們是小龍女，今年是蛇蝎美人。哎呦，真的看他們婀娜多姿的，哎呦，我跟你看講。羅哥，你係豬年，沒搶哎，你的。真的，豬哥剛剛好，是不是這樣？來做客家天使台哦，係啊，還有製作單位慶用行天，當然 V 到那過年特別節目真的絞盡腦汁哎，真的。哇，都想不大家看到好看那個節目嘅。單槍係倆看到嘅，還有清精彩嘅節目，啲 Hellboy。客家唔好轉台哦，一聽到看到 Hellboy 啊，點算係幾啲精彩嘅？從年跳天金沙皮。哎呦，1、2、3，哇！有哎，有這個感覺，有哎，哎呦，哎，你適合加入他們呢。change. I'm all about the hustle. Ain't even Hogan knows best. I'm all about the muscle. Levels on 10. Standing getting real wild. Rolling in the wind. Standing on chairs. Senior blockers in the air.灯换一下，换。哎呦，哎呦，哇！
展现了超群的这个力与美。哎，六满公益啊！哦，来，出众有请队长，我们队长啊，好，队长你好。哎，队长在传，要不要让你们休息一下？没关系，没关系。好没关系哈，来，那就大家用传到你觉得可以。那用客语来跟俺的乡亲朋友的问候一下。客家话，客家话。吧。我还不太会。哦，要客家啦，他还不太會，語言推大家變。新年快樂，哎呦恭喜發財嚇，萬事如意，哎呦，係身體健康，什麼大家？哎呦，你係客家人嗎？哎，那一片客家人，我係苗栗條婚人，苗栗條有你婚。條婚啊！哦，但是你可以冇種客家人。哎，我係苗栗老印尼，印尼啊，哦，哎，印尼嗰邊咩當到客家人啊？有啊，青島啊，有當到客家人。哦，所以兩國聯姻，苗栗國跟印尼國。台灣這樣算三國聯姻了。三國聯姻。推板哦，吉利亞在輔大這個啦啦隊，他們得獎無數哎。是，哎有得過什麼獎？跟大家報告一下。嘿。我們是有一年是日本公開賽的冠軍。哎呦，哦，全世界的嘛，日日本。對。哦，全世界都在那邊比賽，然後你們是冠軍。對。哎呦，還有波蘭世界大學錦標賽第3名。哎呦，還有全國大專啦啦隊錦標賽冠軍。哦，有胸片哇！哎，你們在練習的時候會不會有很多的危險啊？會，所以我們要學會怎麼保護女生。哦，我曾經看過人家在訓練的時候，女生就真的，然後男生直直的倒下來。對，男生就有時候沒有接好，就真的就摔下來。真的，但是這樣練習的過程當中，會發生什麼很印象深刻的事情嗎？我們前一陣子有2個男隊員在拋女生的時候，他們為了抱女生嘛，就那個重力加速度讓那2個男生親在一起。什麼意思？不是會有點距離嗎？兩男親一起。你要不要示範一下？對啊，可以這樣講，我們不是很理解他們要怎麼親在一起。畢業嘍。對對對。然後女生來哦 ，OK。這樣能親哦？怎麼親？這很遠，你要怎麼親？掉下來的時候，我們2個就這樣親下去。好浪漫。然後中間女生就變證婚人設意思。讓我想到那個影后那個黃迪陽他們。哦，哎呦，這樣也蠻浪漫的。對啊，那會不會就2個就在一起了？清楚感情，不要，盡量不要有私人情感了，對不對？我們在表演這個高危險性動作的時候，還要有我們專業在啊。對，專業的，我跟你講，我們今天有派他們。我們今天也不是隨便的，我們來賓沒有隨便選哦。被親嗎？哈？是被親嗎？哦，你真的是。大巴姐很想，是不是？你先出來，你先出來。你們剛剛講那是一瞬間，那只一個怎麼辦？他每天在親，當你自己選啊，大巴姐。沒有，我沒有每天都有戲啊，沒有。我們還有一個遊戲王，我很羨慕子怡，為什麼？我曾經拍一部戲，對，我是演老的，他是演年輕的，他年輕的時候就有跟女主角親親，對啊，我演到老的時候就沒有。不是，因為我們成熟了以後，你說子怡哦，我剛以為說子瑜哎，那是曾子瑜，那是假子怡，假子怡，演員都親比較久啊。沒有，因為沒辦法，因為導演他那個鏡頭，他要換一下，換一下。對啊，羅哥，是不得已的。你拍親戲，大家會轉台啊，子怡這合理，好不好？惡心，對。大爸，你有沒有想不要丟一下？吉菲難的啦。你是想要被親一下，還是丟一下？都要。小孩子才做選擇。沒有啦，看緣分啦。我們成雙成對，好不好？佩萱一起來，佩萱。好，6B。佩萱哦，他很有敬業精神。來，兩位來一下。哇，你連衣服都塞好，什麼意思？沒有要輸的意思，是不是？姐姐妹們站起來啊！來，看你呀。沒有，我們要先暖身一下，先讓他們教我們簡單的動作，你不要急啊，大巴姐。掃啊跳。可以，我們他先教我們動作，然後我們再挑嘛。他現在風韻猶存時期，看到這種年輕小伙子。什麼風韻猶存？他一直很美，好不好？對。哦，我們可以。那個隊長還是誰可以幫我們示範幾個簡單的動作嗎？好，沒問題。我們等下來同樂一下。好了，第一個動作是什麼？踢一隻通走。第一個動作是客家子弟，就牛角。相親相愛的兩位。牛角。
牛角在这里啊，牛角。这叫牛角，这就叫牛角。这很难呢。会做两边，像这个牛的角。哦，要做两边哦，就像牛角一样牛角哦，有按钮有哎，这个真的有情感哎，那个四目相交有没有？对啊，他只跟第一个有情感，那后面2个没看到。好的，那第二个动作，听一下通总，天腿。就是上电梯的概念。对，上电梯。一难呢。那可不可以用手扶梯的感觉？怎么样？手扶梯，他手扶梯只能下哦，手扶梯只能下。手扶梯的感觉。手扶梯下来。这很自然啊。他没办法，他只能升降啊。OK。哦，牛角。OK。用着通总。好来，一撒湿，一撒通，吃一下通总。佩萱，你来试一下牛角。牛角的动作。牛角，来试一下哈。来。哇哦，这个筋要很开呢。他可以呀。对啊。他很开哦。是杂技的。他非常开。哦，你看够开吧哈。100手。哇！这样举的可以举多久？懂。我们手在2个交换眼神在抖了嘞。我们上面讲个相声啊，好没有了，好了，请下来，声音。佩萱什么感觉？腋下有点痒。你的头发撩到脸，他脸也很痒啊。好了，那好，沙美啊，佩萱还是你还再试一个天腿。好了，天腿。电梯哦，天腿来一个快的。门都在管嘞。声音哦。你有没有办法给他用天梯呀？天梯是什么？天梯直接把它飞上天了。声音哦。哇！下。很危险，配音很棒哦。可以，慢慢下，请下到1楼，声音哦。哦。你们这个电梯可不可以举一下我们的主持人？可以吗？他说可以耶。确定？吉娜姐，来。哦，他们有练过哦。不要这样。我们想看哎。我没有想做哎。我们想看。我为你们下半身着想，不要这样。我们不要逞一时之快。我们先让大巴姐玩一下，好不好？没有，大巴姐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他们先示范一下，好了。来。好，水上芭蕾嘛该。第3个水上。水上芭蕾。点都勾了嘛。翻过来了。方的那种。你 OK 吗 ？OK， 好。好了，可以了。还有一个跨旗哈。跨旗，等一下，还有2个了，还有一个。你不要那么急哦，你很急嘞。我很久没上节目哎，只有这一瞬间的福利耶，我又不是演员，对不对？还可以签那么久，我才一瞬间而已，我大巴姐你也是靠脸吃很饱的，不要这样。对。好，我们来请我们福大的小美女来示范一下。哎呦，这个感觉大巴姐 no problem 呀。这个好啊。来，大巴姐这就可以自己选了。这个喜欢，这个你看你要选谁？好来。是梦，可以了，谢谢。他每个动作都好轻盈。好，大巴先水上芭蕾来一下。加油！同一组人马，怎么了？有人未战了是吗？哎呦，1、2、3，哇！有这个感觉有你适合加入他们呢。对啊，大巴姐完全都可以哎。对啊，你们福大有接受这个年？小心，头衔好了，先下来，来慢慢下来，小心哦。好，接下来跨旗，大巴姐你可以自己选，好不好？你去给他献一下，你去给他献一下。哎呀，你把4题啊！苗栗印尼的，对不对？哈，赶紧。什么脸？愿意吗？为女士服务。OK。可以，没问题。还是你要换年轻一点？还是你要换我？比较害羞。OK， 来，跨旗是1个人，对不对？好，
他也可以哦，哇，哇，两个真两难相争嘞，哇，那怎么办呢？这个很难瞧嘞，精彩啊！一边友情一边爱情，那这样，大爸，哎我建议你要不要2个人，然后跨2个人，一闪一片，还是跨罗哥？他要骑你，他要骑罗哥，骑我。哎，魔婉勇，我们等一下后面这集有2小时。来，来哪一位？好，剪刀石头布，OK， 输的还赢的，输的。他说输加上，哦，输加上。哎，他瞪你，没问题，没问题。他瞪你耶。哦，有福学长想，好来，1、2、3，耶！哦哟，赞哦！我们大巴姐不愧是爱的魔力转圈圈，哒哒滴哒哒哒。陪伴我身边，吃甜的那种感觉。哎，你要去哪里？学长，你要去哪里啊？哎呦，你就直接飞回家了。学长让学姐下来了，学长。哎，大巴姐以后可以发他们呢，去表演的时候很帅哎。哎，真的哎，很棒啊，可以跟他们一起结合。天赢。来，麦克风拿一下，麦克风拿一下。哎，你下一次他摇滚区的耶。对呀。哎，我在上面其实蛮爽的。真的哦。对啊，这样子的电音版本。女王气势哎。Oh love you。下次他如果表演的话，他可以 cue 你吗？然后你就举着发你去当 dancer 可以吗？没问题哈。好强哦。OK， 那就这样说，一言为定了。哎，我们这个节目没有说而已哦，是啊哈。好，谢谢。OK， 真的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我们福大啦啦队，谢谢你们，谢谢，好，感谢绿衣美哈。接下来我们有更精彩的重年挑天青傻皮啊！来喽。 1 2 3， 哈！物竞天择，自然法则。历经百年的等待，才看清我的存在。还买心声，该期待不能再。还买草生，比跨百地的在。哎，我可以心中下浪在。台湾文歌，嘎嘎嘎，你怎么叫我嘎嘎嘎？都不介绍我嘎嘎嘎，因为的理由嘎嘎嘎。 吃我，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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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安排故事已讲过我在日本的时代，我要500，到处有人爱，小心嘛就跟着晒，做自己主人，台湾也是最厉害。 走两的别去就好嘛，赶快！外树内外冷内热，蚌壳精怪我的最爱。流放在淡水河口，自以为的同文同种，历经了混种、放种、美种，产出了新的物种。这不是格林童话，希望你们能懂。这是格林神话，最强台湾原生种。别人的文革在于粉饰太平，我们的文革在乎 identity。承认错误，尊重差异，就像平等大跃进，软体动物硬了起来 ，give you lesson everything。反正你根本不在乎我是谁。 只想吃我多汁的肉体，不经意，不在意，被打击。什么是生存的意义？不怀疑，不逃避，我就是我最真的自己。玩文歌，嘎嘎嘎，你怎么叫我？嘎嘎嘎，都不介绍我，嘎嘎嘎，为了理由，嘎嘎嘎，吃我，吃我，吃我。 吃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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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文歌，嘎嘎嘎，你怎么叫我？嘎嘎嘎，都不介绍我，嘎嘎嘎，没为的理由，嘎嘎嘎。蛤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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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蟆。
的太棒了！来，我们帅气的中软小绿是吗？绿，他看起来酷酷的哈，哦，弹起来很 rock 的感觉。他感觉好像在弹电吉他。来，贝斯手，童根生，来，欢迎！大家好，我哋係入童金生。哎呦，客家人呢？似假類班人，係啊，團眾嘅客家人啊，團眾客家人，係。啊，那邊客家人。咪弄，狗勇嘅片。哎，先同大家扮演一下好嗎？哎呀，他們剛才講完，沒有，他們才介紹自己而已，還沒扮演。來，好，扮演一下來。好，祝大家新年快樂，恭喜發財！恭喜發財！有一些廢票了，但是要看我們的語言指導老師眉頭一皺呢。哎呀，是這樣嘛？排泄，這是我們客家最國寶級人物。好，文陽磊都係你客家天師團。對，來，好好介紹一下我們這個台灣文哈。文哈，文革也可以啊。因為我剛去查了一下，到底是哈還是革，就是兩個後音字都有，都可以。泸州的，但是他們應該是叫文革嘛，對，台灣文革，台灣那小狗哎。我們的那個英文翻譯是哈，哎，對，都有。這首歌的英文是哈。給條阿妹有衝啊，他剛剛歌裡面也有唱蛤蟆。有，那個也有啊，蕭煌奇也有唱啊。哦，對啊。蛤蟆的丁啊丁豆，蛤蟆，阿媽，我們繼承先人的腳步哦，一起延續了這個蛤蟆精神。是的，為什麼會取個叫台灣蛤蟆啊？不是台灣文革這首歌這個團名哦？這首歌名，團名叫童根生。哦，童根生。今天太早了啦。團名叫童根生啊。哎 ，Hello，羅先生。歌叫台灣文革。對，為什麼有這個想法呢？哦，因為當時就是我在2023年看到一個報道，說原來我們吃的蛤蟆，它在2023年才被界定為說是台灣原生種。哦，可是它在之前可能人會把它從日本的立文革，或是跟中國來的中華文革所搞混。哦，但是因為就是物種經過了時間的演化，棲息地的演化，它的 DNA 也發生了序列上的不同。不是生長在台灣就是屬於台灣的嗎？沒有，它原本可能是從別的地方來。它也有可能是外來種啊。對哦，從對岸這樣爬過來，或是從日本或從有人帶進來，可能養殖啊。哦，養殖。對。這蛤蜊過來會不會太遠了點？哦，是因為後來才證明為台灣文革，台灣原生種。對。哦，那好，那哪一種都會比較好吃？應該是有汁的都好吃。當然是台灣的最好吃啊，殼有開的，可以作為行銷蓋頭有開的，就沒有壞掉，是新鮮的。這首歌聽起來也很好吃，吃我，蚌殼精啊！他們從那個各種比賽，其實他們自己也有客語創作，是，我們就是那時候，他們那時候參加的是客語組的比賽，對，沒錯。那時候就想說，因為我爸爸是客家人，但是我自己不會講，然後爸爸是美濃，但我們從小就住宜蘭，然後想說透過音樂的方式能夠多認識自己的母語文化，對。但是就等於只有團長是客家人而已。我本來對，我們還有一個鼓手，鼓手也是客家人。哦，鼓手也是客，但鼓手不會唱歌吧？不會，所以他去打鼓啦。我從來沒聽過他唱歌。但是厲害的是，我本來以為是魷魚是客家人，結果佢唔係呢。哦，佢啊。你強，佢唔係客家人。客家人唱喺團眾聽聽啊。所以一殺客家人聽聽。係啊。但是佢有創造新條嘅客家歌。係啊。V 到錢啊，我必須啊。他們就是只要有講經歷的人，你知道嗎？我懂。做音樂人本來就很辛苦。真的。對啊，是一個動力啦，創作的動力。我覺得對啊。他們現在可以靠自己發達了啦，因為他們粉絲很多。沒有，怎麼敢跟羅哥跟娜姐比？我覺得我剛剛看到那種感覺，我覺得你們是應該就是下一個草東的感覺。沒有，草東很文青哎，我們都宜花東的啦，文青啊，他們很幽默的文青，我們也很文青啊，怎麼樣嗎？神奇，對啊，主播，我就是主播。哦，他也有常常在外面表演啊。
对啊。但其实一开始是因为由于他先参加了那个客家的比赛，新竹的那个客家新曲奖。你不是哈嘎你还参加客家比赛？我有哈嘎的朋友啊，然后他写词，我写曲，所以我才学海陆。OK， 对，因为这样的关系，对，很厉害，很厉害。我们今天现场有好几位语言指导老师，语指对，语言指导啊。你现在都是学年轻人都喜欢讲那种。冇啊，记得这个还唔系讲这个系语指欣赏。有赏识万人讲啦，嘿啊，简写啦，简写，简写，年轻人现在都这样讲话。这个高人里嘅同根生，记客家同生。同根生，同根生嘛，没样用法。他们是同根生嘛，这边都是纯根生，纯根生，好了，好，今天纯根要来教客家话，简单的啦，大家早上遇到的时候都会熊家闷，就会问说早安嘛，早安的客家话叫做暗奏，为什么叫暗奏？很早，因为早上起来太早了，很生气，起床气，很想把人家按在地上揍，原来是这个来由啊！早安完之后，以前上学早上都还要考试，对，考试的客家话叫做考试，老师说要考试的时候就靠，好想把考卷撕掉，我们用这种简单的方法就来，用搞，很多人在搞啊，唔会客家话嘅，来学啥的啊？对，因为我们同班同学，我们大学同班同学，对，然后每次出一些课台的活动的时候，我都会先问他，像上一次我要出一个就是美食的，然后那一道菜叫做松露福气紫苏冷面天使卷。我们客家人哪吃得过啊？什么啦？我们就是吹补。你也太讲了，这么长你还记得？我们就讲一个松露就好，松露，就是松露，因为松露它其实都会生长在那个深山里面穷途末路的地方，所以穷途末路，穷路福气怪喜甜死冷面见。我是客家人啊，可是我们家讲海陆，全世界。我有点怀疑你到底是不是客家人。哎，有没有1号机啊？哎，真的这个今天是过年嘛，撒年的口子啊，两位有没有办法合唱一首歌？好不好？镇住全场。为了同根生，我的荣幸。好吗？哇，这奇怪，这种体态的人都很灵活，都很能 Q， 很能 Q。哎，你下次要先讲啊，姐弟年纪大，我不容易起来啊。抱歉。有没有想到什么歌可以？周的吗？还是你们刚刚创作的歌啊？有一首歌。我可以一起唱那个黑皮夫人吗？哎，可以哎，周的耶，真的我没有练。而且那海陆腔哎，即兴。黑皮夫人黑给点位哈嘎冲走。哈嘎冲走哈，那带来一首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比较简单的歌，比较简单的，本来制作单位给我一个比较简单的，本来制作单位以为我是客家人，给我一个很难的。哦，真的哦。对，后来我想说，哎，可不可以唱？桐花放客这首算简单吗？这首简单的，对，给刘磊哥，你没看他们刚那个有呼吸的空间吗？对，我们至少还可以，这麦克还有嘻哈语。哇，桐花放客，哎呦，两个唱起来不知道什么样感觉，我相信你绝对可以驾驭的。没问题啦，绝对没问题。他们 piece of cake 一块小蛋糕。对。OK， 好，那我们就听吉娜跟。鱿鱼，同根生，鱿鱼，冲一条桐花放歌，好，来，耶。冲过生活那个单元边，做一个 pose， 准备好那个幕布，战斗300种数组头发，制作北京不用下跳那个国际头发舞。
了唔错嘅舞。你老爱你一天玩着摆 on 继续 move， 谁在你跳天的了 grooving， 快乐来跳舞，跳下跳两个 funky 痛吧不。funky 痛吧不。funky 痛吧 dancing， hey I'm young and happy，everybody just say L.O.L。fun with me， 你是手动手心 ，just moving your body， 就爱用到天的天空，一手跳下去。准备好你的幕布，3到300种数种头发，做做 breaking boot， 用下跳两个 funky 痛吧舞。funky 痛吧舞，走一步又一步 funky 痛吧舞，你老爱你一天 funky 痛吧舞。funky 痛吧不？谜题各处派出3煞，谈到题目以后，去请出正确的答案，累积分数最多的队伍就做第赢到比赛。以下2队已经分配好势了，精彩的比赛正式开始。沙前面到，好，2队4比吹。3比，我一個人嚴重的輸氣啊，對吧？係啊，唔談那什麼，有時候是運氣的問題，輸了超高了。跟某一天哦，有場時間我一個人某一天第二你講嘛該？哎呦，沒有出題的，真的哦，都知道怎麼玩的嘛哈。題目蠻高的哈，4沒有個時間哦。按照準備方案就會來出題咯。好來，第一題，請聽好哦。過年不會做嘅事情，過年會做的事情。開始哦，還忙啊！尊重一下，還沒有說，因為你很早就出道，你很資深。沒有，因為我想說你沒逼呀，不是沒拿哨子，沒拿哨子，沒拿哨子。我跟講話你要小心，芭比姐很容易，很容易讓我們被剪掉。你們台語歌手很恐怖。不是，還有哨子。比如出新歌咯，有他們也有傻逼哦，傻逼哦。謝謝。請開始。哇！來！時間到！轉來！隨便哪一種出來？哪一種出來？嗎？阿爸沒有。不是，我本來想蒙大家都拿錯，我慢慢找對的。啊，你快也沒用，結果。那你隨便找一個。我跟你講，真的沒有啦。真的沒有跟時間呢？什麼啦？你過年包什麼粽子啊？對不對？沒有啦。你們應該知道答錯要被乾冰都不行啊，立蛋，跟過年啥事啊？過年也可以立蛋啊，誰說不能立蛋的？沒有，過年也可以立蛋啊，我們家就喜歡在過年立蛋。請問，你可不要拿錯啊！我們這個遊戲可以換隊友嗎？才第一題而已。沒有吧 ？OK。你要不要直接換隊？你自己換過去比較快。哦，搶飯點都轉來，睇起來可以哈。好，你們的答案來變轉來哦。好來看一下，可以哈。來，發紅包魚窩，疊春聯魚窩，穿新衣魚窩，大甜白魚，白祖鹹魚。不好意思啊，都不對的。沒有，我們對的就只有5個。我真的不敢拿啦。容易。不是，你就拿
拿错了呀！我跟你讲，因为我在另外一台在教课语，啊，我拿错的，我很丢脸，我宁可就不要拿。妈咪，你知道，你看到对的答案，你其实可以从别人手中拿过来。对啊，你可以抢，你可以拿包粽子跟假因为你是 lady， 不是因为他们2个外国人躺在那里，我又不好意思滚他们，我就找不到答案。哎，你找到会破，你不用怕。好了，那就只有你不对而已。愿赌服输了，来，请站喷冰区，好不好？去吧，我们罗哥陪你一起喷。你可以边唱你的傻逼傻逼，然后边喷来。哎，好哎，预备，可以再一次吗？傻逼，通用按奖，傻逼按奖，按用过去吹就3分，傻逼吹6分，换他一组，哦，他一组的主演来喽，团员遗憾有侯云娜，还有我们皮诺可、秀仪，等一下，赶快出题，来出题哦，抢请出金曲歌王罗时丰跟胸片，请找出金曲歌王罗时丰的照片。这个不好找哦，不好找哦。拿到韦礼安的怎么办？有很多恐怖议题耶，误导答案，对啊。好了，请开始。10秒的时间哦，看好夹掉的哦。其他因素你不会被做等拿哈哦，生意哦，3、2、1，时间到了，随便拿，没关系。来，随便拿，要回来了，耶！可以打开来的，来，金曲歌王，多抢手，我台湾有看到，有人没有绅士风度哎，有人没有绅士风度，守身如玉。他抢 lady 的，非常好，就是这样玩。是什么东西？制作单位有准备了5张，哎，对，一张片，竟然有2个人拿错，一个人拿错已经算不哈，基本上是会对，哎，5张是对的，然后居然有人拿到韦礼安，这个是不是有点野马？懂枪哎，枪。我做牙咋通走？难题还讲呢，难题还讲呢，有枪。好嘞，转了。我觉得罗哥比较帅。等一下，我们会被韦礼安的粉丝骂。比较帅，罗哥比较帅啦。很气耶，这段我们保留好不好？那个马丁好笑哦，真的为难你了。没有马丁其实也没错，大牛嘛，大牛，算对吧？先从你个风气吹开了宽哈，来，可以哈，徐春刚。这个这一看这个岁月感就是。哎，我觉得这张像言情标，没有冲哎，还是放错照片。如果能够当言情标也的孩子，唱高一下俩黑 Lost Phone 跟胸片。哎呦，这个是我大概5岁还是6岁的时候。5岁就这么成熟？成熟吗？那时候就有太阳眼镜这种东西哦。哎，不知道呢，奇怪了。我还有叼烟的那个相片。5岁个哈，5岁个出来哦，烟雨，好了，这个5啦哈。我曾经演过大爱的戏嘛，我们看到大爱的 Mark 了哦，他对嘞，杀人云呐。哦，这个真是被撕一脚的，这是我得到那个好像是类似金曲奖还是金唱片奖？金唱片奖，对，金唱片奖。再来进入我们精彩的傻屁吹了哦，马丁，这个是我上辈子大牛，对，大牛比较难的部分，安永说一错，答错。接下来这位，我觉得你瞎，好不好？认真瞎哦。云熙懂唔好，云唔好，那会让韦礼安真的傻分不清楚。哎，本给有画面的嘛。哦，吉安风的不是的啦。哎，这是我们韦礼安，好不好？金曲歌王哈，亲民哎。哇，那一张这张照片，罗哥引以为傲的，对不对？有没有修很大？听那个摄影师说他修的蛮久。哦，真的哦，修的很认真啊。黑瑞的地梦，难道黑瑞？哦，Rain 是不是？我跟你讲，我其实我是都有练的啊，真的哈。但是我本来我的体脂很高，是。但是我拍这组照片的时候，我刚好是我
确诊的时候，我大概10几天没有吃。你确诊到6块肌出来？哎，就是10几天没有吃饭啊，整个对啊，整个很精壮。对啊，然后大家把那个摄影棚封起来，只有我可以进去。然后那个摄影师是穿着那个防护衣。哦，真的哦，我以为他说都封起来，我们那6块肌都是画的。啊，用就用 V， 唔错。马丁狗的皮诺可哈质疑啊。傻逼区，请站喷枪区，好不好？哈，喷冰区。最萌身高差。这边还有 U 盘呢，真的。只有马丁会被喷到哎。这感觉画面好奇妙哦。只有，还没？只有马丁会被喷到。在我的前面。那当然不知道啊。对啊。对啊，你要保护他是吗？哦，一杯喷。哦，我们浪费了一管。对啊，没关系。没感觉，没感觉。对。好，安永珠补气吹3分，3皮吹1分，3轮开始。有请的另外一个朋友马丁雷出题啊，中3位啊！出题哦，出题之前。刚刚前面那一题要请出拿冲片，拿胸片有吗？哎呀，你们之前上一组都没有找到吗？对啊，而且他们还把罗嫂码掉，哎，有没有礼貌？这是我反串啊！你看，好可怕！结婚照，那个翻白眼的就是我哥嘛，眼白很多的啦。哎，在30年前我们就玩这一个东西，对啊，是蛮先进的，对啊。这很像林青霞 drag queen 的概念，谁？你说谁？有点像。哦，黑啦。我老婆以前漂亮的 model。哎，什么以前？现在也是。风韵犹存啊。哎，这还可以。他刚刚推门出来了。好了，你还体会抢马丁雷出题。还出题啊？哎，马丁出题吗？哎呀，还有法尼哦。讲客家话哦。挺好哦。不会哦。添出吊锤设计师，添出吊锤设计师。把个懂事啊！偶成也算嘛。你如果摔倒偶成也算了。给撕哦。给撕生意哦，10秒的时间哦。来，演戏，时間到咧，好來，時間到，搶邊個來？看一下，來，連片前，吊锤石搓，來搶勢咧，來，雲娜吊锤石搓，來，芭比姐吊锤石搓，哎，吊锤石，哎，你的藍色，你還藍色咧？那是藍色，我不是叫你找紫色，我是色盲啊，這題不公平啊！是紅色跟綠色，你的色盲。雖然那個字叫紫色，對，但是它顏色是藍色的。我們可以讓它曲解為拿紫色這個字。啊，不行。也是，這個是比較淺的紫色，比較淺。對，那個外國是不是？所以兩位有色盲的朋友，請往那邊站。噴冰區。哎，哥倆好哎。副皮吹，傻皮吹，一人站一管。哎，來，好，1、2、3，請噴。這樣才沒有浪費嘛。出題較有個呢，其他較糖的色，加下馬丁出題，馬丁嘅正經，他唔是咧，我喺同步口譯咧，賈斯汀看唔起家咧哦，用客家話哦出題哦，好嚟發揮一下，冇問題，糖好哦，糖好來哦，要等羅哥的 B 哦，要，聽完題目要等羅哥哦，做紅色嘅褲誒。有數拿紅色嘅東西。哇！啊，公共100對嗎？公共100，再一次。哎，講完了是不是？做紅色嘅褲誒，有數拿紅色嘅東西。對嘛哈？哦。對啊。好了。B。給你。不上聲。這個有。還要。哇！來喲！來，開始我來看一下，來，我們先
一下好不好？摆拍一下，来，各位，这么的帅气，每个人都有一条红色内裤，是不是？马丁甚至裸露下体呢，他们有内裤，好像都拿对了啊。哎呀，一球，来，你个题目抢公央100。做红色给肤诶，优秀拿红色的东西。哦，来，题目其实再讲正确一点。他真口给讽刺，他真口对，做我们全对。红色给肤诶，红色给肤诶。大家听到红色。优秀拿红色的东西。你刚刚没有，等一下。你刚刚红色，每個人講翻較無髒啦，但你要談清楚來啊！不是，我跟你講，正經做我們的乖僻。我跟你講，制作單位倒帶，他剛剛第一個字是講紅色。唔會講客家話啊！太欣賞。咩？其實佢用咗4度講紅色。對。佢鳳凰嘅中間。你講鳳，佢講鳳色。用音200。佢係用英文拼音哦。鳳凰嘅中間哦。棒哎！對啊。我們全部被你牽制哎。全部穿紅色。所以你看賈斯汀也是斯文敗類一種，對不對？我知道錯在哪裡 ，F 跟 V 的差別吧？你看反了是不是？所以是什麼？那你們全部都錯，對不對？全部出沒，來，請到全部韓國瑜來。M 哥記得優秀有拿到紅色的東西，跟比如說衣服。公平啊！不要！賈斯汀也要來，賈斯汀來，台北友好了，好不好？你真的是手打開，來，多大氣來，1、2、3，噴！好了，沙雷、自以顺港语那冯一吹、傻逼吹、马丁、子瑜、李秀仪。這一題好猜啦，好猜。哎，甘油後團。對啊，當然啦。題我要出題了哈。搶請出金曲歌后吉娜的胸片，請找出金曲歌后吉娜的照片，但她很忙哦。看到了。7、6、5、4、3、2、1，時間到。來，子怡回來好嗎？子怡，來，廣播區，來，請回到你的位置上哦。哎呀，來，不敢可以哈。楊子怡，你確定這是吉娜照片嗎？是誰？我來找一張跟這個很雷同的。你不用，Lost phone，謝謝，你不用。暗自誰？你們事情。唔該，呢度係咪？咩物嘅？曾經被。我漂亮好不好？金佩姐明明比較漂亮。我剛剛就這2張，然後我就丟掉這一張。哎呦，真的。那你太強了。加錢。你選的這張，你覺得他跟我有像是不是？我覺得像，不是，有點像白雲哥。沒。白雲哥是嗎？你要封殺這個人哦。雖然你跟我同姓啊。封殺了，不要再封殺我了。你抹綠紅衣耶。他已經沒有，他已經被封殺了。不能上17台也不上了，是不是？沒有啊，怎麼會呢？這個是他早期，最早期，早期也是學。我是被逼迫的啦。的照片。就是被不良制作單逼你嘛，逼良為娼的概念就在有啦。他對了啦，沙瑞順剛倆就來啦，這麼甜蜜可愛的笑容。倆黑眼一些個時節，周歲至慶，一些時節。對，千萬有這種泛黃的相片，一定。因為眉毛很像。我是不是很像清朝人？不是這個意思。有沒有頭髮？我只是說眉毛很像。你少了那個辮子啊。真的哦。像啊。對啊。像啊。出來的時候被卡住了，不然我就是清朝人直接投胎了，別敢過。他對嘞。那這樣很像彪哥。彪哥哦。好了。該找相片，可不要出來了嘛？這張照片。哎呀，跟個高中的時間。高中啊。我高中的時候。那你蠻成熟的。他對嘞。哎呦，真子。兩妹黑同啊，青熊衝嘅。
俩就黑吧。你眼目是没有问题，你真的是眼睛脱窗哎，你啊，你又选到这一张。俩那有俩就会矮啊。可以哈黑嘛？来，就会矮啊。我刚刚拿这样拿多辛苦啊！子怡哥直接屁股坐在这上面。子瑜辛苦你了，太夸张了。我个人是觉得很像啦，但是制作单位可能不会给分。大牛哥他拿维里安，然后娜姐拿 Lisa， 太会做人了。因为真正的 Lisa 在最后一张亲密给装来，李小雨不太讲可以了，谁是 Lisa？ 这是今年的那个金曲奖的表演。没啦，我金曲奖穿睡风是 pink， 两个演唱会抽演啊，演唱会啦 ，Lisa。啊，子瑜，听听嘞，子瑜来，请过去。曾子瑜站在那个白三角上面，好不好？刚刚没有被喷到，有没有喷到？高度跟问题吗？喷到，好了，吃快了，1、2、3，喷走了。哇，我们节目好公平哦！曾子瑜，刚好是他的身高比，这样有点虐待儿童的感觉。han吹哥，拍谁啦子怡？虽然你拿的照片跟我很像，但不是我，他是真正 Blackpink 的 Lisa。好了，两吹安尼，福气吹得到无？本书嘿，福气吹4分，3片吹7分，让人恭喜福气吹得到宝宝。自己拿个1分好，还有6名，福气吹，加油！耶，福气，拿钱！你喺個 Mountain Song， 係啲啊，來衝，你先啦。好。山歌兩馬衝，心無困憂。來。露出啊一大，老退了，从烟落跳那天哪，清早了皮哟。
意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太团结，太满腿，清茶批。你看哦，这样子哦，那我拿球放在这里，这个也盖上，对，各一坨进去。两坨。什么时候盖的时候，我抓过去，真的哦。变3坨。为什么能跑来跑去呢？是因为那个球有长脚啊。哦。现在让大家看看03真面目。哎呦，杀了，真的不得了！啊，那节目今年做的抢到几了？你把你都钱抢了呀！对呀，国际声赢不了，真的。对啊，没说人台湾之光，也上到几啊客家之光，行做嘅客家人，魔术界，魔术界嘅翘楚嘛，哎呀，翘楚哎，一名嘅意思一等一嘅啦，跳起來錯嘅啦，錯啦，就倆意思啦，係世界國體演出啦，現在歡迎佢出來，歡迎關順太賢。大家好，我係幻術大仙，恭喜啦！番薯大仙客家話用嚟講，我番薯大仙，真真啊真真，太賢，小林老師番薯太賢用嚟講，魔術其實係體術，奇就包含在幻怪裡面，體術太賢，體術太賢，喺讀到客家嘢時都有人講，我係體術太賢，誒，就講你太賢就好咧，我係體術太賢。今天这个过年有给罗哥准备红包，居然是大仙给罗哥红包，还知道拜码头，哎呦来，哎呦红包真的太好了，但是红包没有钱，没有钱，要你放进去，因为要喊一声过来才有，我们要是体术的方式，用奇术的方式来把钱变出来。请问罗哥，过来的客家话怎么说？过来，过来，过来。好，看好了，好了，过来。我那边还有很多空红包对，换罗哥也要有啊！来哦，1、2、3，大家一起喊过来哦！1、2、3，过来！都排水了，真的，有就有钱来嘞，这是真的1000块呢，真的吗？这不是假的呢。哎，是，哇，阿南有吗？为什么我没有？啊，过来，这个我的啦。哎呦，一开始就拿红包了，就是懂我。来，有红包了，那接下来就要来变魔术了。哪个表演开始？体术，经典的来了。众生都在看到嘞，太神奇！匕首腾来了，匕首腾，3个球，2个碗，一根树枝，我们看得出来。3仙归洞，3仙归洞，大家要靠近一点看。归洞是归到里面吗？是我们归回来吗？3仙就是福禄寿3仙，集合在一起回家了，就是3仙归洞。勾眼嘛。对，大家看哦，虽然是吉祥的魔术，以前这也是路边赌博，对，所以大家可以看清楚了。对，罗哥你至少有红包，对不对？对，赌一下，可以赌一下。那你看哦，盖上了，拿这个放在这里，这个也盖起来，这个抓手上，所以这边几个？一个，这里呢？一个。罗哥，你下这边1个吗？
我下那边一个。是好，下这边好，下这边一个，好来，我进去。完了，罗哥，那就输掉了。罗哥，如果你还有红包，要不要再下一个啊？罗哥有，罗哥家财万贯。你刚刚那边有一个，那边有一个，可以，还用这个夹子来压啦。收起来了，对，我就知道你会这样。好，这里还有一个，要是你再下，盖起来过去，龟洞好厉害哦！你真的很适合到外面去炸赌真的好强哦！我那个魔术变到穷途末路的时候，就可以去炸赌了。手脚速脚懂。但是我们这个关键的那句话叫过去，客家话怎么讲？过去，过去。好，接下来我要改这个话，我讲过去哦。好。大家魔术通常变一次而已，对，现在变第2次。哎呦，你不怕破绽百出就对了。破绽百出的话，你们应该会剪，对吗？不会保留做片头。大仙忘了跟你讲，这是那个实境节目，这是 live。对，跟你上次参加那个煮菜的不一样。韩国那个参加煮菜，我是这样参加的。来了，再一次哈，盖上，拿球放在这里，盖起来，抓着了，进去。几个？2个。哎呦，真的吗？过来。过去啊，过来。过来了。过来。三个吗？3个。过来啦。哎呦，那更厉害的就是过去。全部过去哦。所以你看，可以过来。压轴对，过去。他是被搞乱了，有吗？厉害！真的很厉害，太强了。搞乱的话，那就是我动作太快了。真的。那你可以放慢一点吗？你们可以慢500倍速吗？又不会剪呢。你可以这样子吗？这种速度吗？好，那我试试看。来，那我们一起帮你喊哦。1个，2个，3个，改了，1家，哎呦，1家，1家，对哈，chalk，再给你看一次哦。对，来，有风包，那边有。对他，我压住，我赌够了，也没有意思，好突然哦，好突然哦，那你有给我发红包？哎呦，发红包，不一样，大家没有2个，太搞路无人得救哟，2片，都得救哦。可以吗？可以啊，不会破你的阵哦。我们赢，大现在给我们钱。他有本有毛都有嘞哈，都有嘞。今天请他，我们只压1次就压力越来越大呢。好来，好啊，那这一局这么多人玩，看哦，一边一个。对，准备好了。好了。那你看哦，一边一个，我拿这个球碰这边碰这边，哪边一个哪边2个。这边2个，这边1个，压2个，我都压2个。你看1个，这里哪边要压2个吗？我压这边3个。好，我也压3个。3个在这里。里面刚好有3粒啊。2个都压。大家压这么多，当然就是看谁压的多，我先赢哪边，对不对？这里压最多的是2个，恭喜！1个，全收了。哇，不便宜哎。哇，你们赢了吗？你们压多少？2个，一个，这边是1个，这边是对啊，2个，3个是中间，那边就剩2个，这边有2个，2个嘛，你说2个盖起来回来，你看就变1个了。那我们这边没事，我拿回来了。对啊，我们这边没事，不是这样，我压3个，没这回事。下一局再看，
有，对，下一局再来。哎，没有压3个早就错了。这么计较，我们没有在赌局里，我们没有在赌局里。所以说大仙文怎么赌都不会赢。没有他，刘哥他还变过榴莲，变过炸锅嘞。你们都没有，哎，还没有玩到，那你们再压哦，这一局给吉姐哦。好，来，这次你逃掉了。你上瘾。哎，盖上了。哎，这个放在这，这个盖上，抓着之后进去这几个，2个，1个。好，逆向操作，也可能是2个了。2个啊！我还没讲完嘛，也没太急了吧？啊，我太急了吗？过去那有可能是3个了。很厉害，太棒了！哎，这真的很厉害，明明知道他是嘎给，可是他的手法太快，很一样嘞，而且他长得也好混淆我，真的，我以为是我的偶像乱弹阿翔，这样子啊，哎，吉姐你也可以变，你相信吗？哎，你要变什么？我要变什么？变瘦，变乱弹阿翔，有变瘦吗？有变瘦了，变瘦不容易吧？今天怕冷，不要，把吉娜吉变3个球在这里哦，哎，你来盖，我来盖，哎，你盖哦，你在盖啊？不是，你要用这个盖。女人的人家第一两个名一哈。哦，我要盖1个，2个好了，好事成双。好 ，Kimi 伦，双对哈。啊，这个你不盖哦？哦，也要盖是吗？还是你不想盖？也可以盖起来。恭喜，相不相信变3个了？不相信，你讲我们只能相信啊！因为你手还没动到，我觉得没有，你这个等于是你红包压了，对不对？哦，好了，我相信变3个，你相信变3个？我再压1000，嘿，3个，现在就开，哦，全错了，全赢掉了，很厉害哎，这个要变不变都掌握在我手上，哎，吉姐，你手可以借我吗？那可以变半个吗？2个球放进吉姐手里，抓紧哦，转过去哦，你捏很紧哦，你这样捏那么紧吗？要这么紧是对的，但你看到抓第3个进去，不可能！为什么？什么时候？哇！哎，吉娜姐，你那时候触感有变吗？有哎，我有觉得它膨胀了。哎，真的哦，对。你有觉得他什么时候把它塞进去的吗？没有。哇！但我觉得它膨胀了。那你这样被塞了都不知道。对啊，塞在手里啊，太厉害了，很棒哎。你们要看这个球是怎么跑来跑去的。好啊。拿什么东西都可以变。卫生纸，卫生纸要做的了。卫生纸，如果卫生纸揉成球，哎呀，跟大家讲解这个手法，让大家回家可以练习。现在要公开吗？哎，练习这个也没有办法，练不练就成了，是不是？对，这个要靠手。师傅，下面变球，上台1分钟，对不对？台下10年功，开玩笑。你看哦，嘿。这样子哈，那我拿球放在这里面，这个也盖上，对，各一坨进去，2坨，什么时候盖的时候，我要抓，哎，过去，真的哦，变3坨，哇，变3坨，为什么能跑来跑去呢？是因为那个球有长脚啊！哦，现在让大家看看庐山真面目。别，钱鼠来了，钱鼠，老铁人，鼠来宝，哇，太强了，这真的太强了。走点，他大便了，他大便了。走点。以为你刚刚的卫生纸要小心哦，像一杀一个小白兔，小老鼠，真的。先变回卫生纸，我们再聊天。先变回卫生纸。回家后乖。哦，好可爱哦。哦，哎，你刚就是一直把它养在这里面，可以把它变出来，太厉害了。嘿啊，哇，可爱哦。还是你现在吓到我了。有那么恐怖？它很可爱啊，你不觉得？
露出，真的啊趴。哎，你先。现在怎么办？我是要放在这里啊。好，放这边。放那边好了，放那边。钱鼠嘞，钱鼠，穿台前，给别人穿台前，来，含油嘛，它三仙归洞是吧？弄那么长是要变蛇？不会，等下蛇年变条蛇出来。哎，对呀，我想要变蛇，可能会从先讲啊，有蛇吗？没有，没有了，好奇怪，会先离开哦。这是绳子而已呢。我怕蛇哦。哎呦，这个现在已经10年怕草绳了。对，我们都怕。没有，我什么都不怕，我就是最怕。哎，大雄帮我顾好老鼠。好，没问题。我们多拉很怕。好，哎，我很怕长条的，真的没有蛇。哎，这个绳子有长、中、短3条不一样。哎，对不对啊？大家想要看我把它变成怎么样？龙变成一条龙，变成钱，变成龙蛇是有点困难。有人说蛇哦。没有这种今年蛇年如果变出蛇的话，哇，对，很厉害耶。黄金蟒蛇没有那么夸张了，应景，没有那么夸张。先这样，就变成哎呦，一样长，幻术。3条变成一样长，它是不是有弹性？你觉得是有弹性吗？那如果有弹性的话，有没有可能直接这样2条要变几条？3条。哎呀，要瞬间变1条。哎呦，这是幻术啊！你没看清楚，一剪又变2条。2条在瞬间又变1条。可以变8条吗？做拉面。那用剪刀才有办法。好像到海底了。那你看，你看海底捞打弄过是吗？3条变1条才厉害。3条变1条，来喽！3条变1条就只要这样，做一些魔法的手势。哎呦，这样绑在一起，绑在一起，那这样变1条了，对啊，就变1条了。谢谢大家。下一位，还很幽默呢。哎呀，太闲能力哦。魔术有时候也要幽默一下。哎，我说真的呢，这个结如果变不见，那就更厉害一点，对不对？那来，可以请吹口气吗？一吹，你看结还真的。哎呦，那请罗哥帮我吹口气哦。吹，女生的口气比较好。OK， 还在吗？还在，对，还在。我看到了。吹他吹没用，你吹了很有用，这技巧很好，因为吹了之后还变成假象了，你看。假的，变收口袋，会变成完整一条绳子。好危险！哇，这马丁吓到了。你们这么多人都很怕这个绳子甩，是不是？对啊，怕变出条甩布的话，应该没那么怕吧？如果包起来，小心！大家想看？小心！大熊，小心！任何条状物我都不行啊！真的有蛇吗？这个为什么你们不会怕？我可以的，蛇好一点，这我可以，老鼠我真的蛇还好，露出来没办法。他看起来想要吃他们呢。对啊，让他们太近。怎么少一个人了？怎么少一个人？你如果少一个人做梦到蛇的话，是代表会发财会赚钱，会有钱。哎，变出蛇不就是祝大家蛇年行大运吗？哎，有没有人想要体验看看？罗哥，我们男子汉，我们已经少了一个子怡，可以怎么体验？可以怎么体验？让他咬一口，跟他对亲这样。对亲。第1等的舌吻嘛。舌吻，来，真正的舌吻哎，哇，它是真的蛇2周年吗？这真的可以。等一下就变人了。那这个蛇有毒吗？小心等下娘子就出来了，她是小红。哎，她的衣服跟你的衣服是一样颜色，一组的配件。哎，对，她跟你衣服还有搭哎，配件，时尚配件，哎呦，带回家。蛇年的搭配，哇，蛇年行太运啊！你今年走大运啊！你今年一定走大运了，真的。红必争辉了啊！谢谢。太厉害了！带你一下。哎呦，太这个有赞哦！可以大巴姐做芭比做准了。芭比，我们收起来。我很想吐哎，我看到蛇会想吐，真的哦。收起来。他回家了。收起来。蛇鼠一窝啦。蛇鼠。还有真的今天一下。对啊，我在这就好。还有什么要变的吗？就有榴莲吗？就有带榴莲。结束了，没有了。还是大千原地消失？哦，今天没有要变榴莲了。
真的某相端的近距离啊，那观赏真的是找不到破绽，找不到破绽，太厉害了，对，太厉害了，阿翔太厉害了，我觉得长相最厉害啊，这主要是我们制作单位真的很用心，可以邀请到我们大仙来到，我不能你跟观众朋友体验一下，对，而且真的是经得起考验，以前魔术都站得远远，现在近距离，找不到。太强了，对，难怪世界各地表演。真的，客家之功，真的客家之功，台湾之功，台湾之光。石猛大仙，谢谢大仙，谢谢万事大仙，恭喜发财啊！烟了烟火，恭喜！祝大家不好的事情通通过去。沙崙金行行啊精彩，重演挑战青沙皮啊！一条溪走上爱的梦想，不爱的，莫言走得主动，做主错嘞，一拍波三毛头树，红光出冲烟，哪有好的？爱好将你呢，已经买古冲梁上跳出福尔摩沙，爸爸妈妈放开的。笑无自己看过无看待，有时爱没外叫，不愿看过无看待。淡淡太子淡太太，淡淡太子淡太太，太浦港前，哒哒啦哒哒哒哒，biang biang biang，有了，撒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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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个可惜嘞，买个可惜嘞，爱爱撒皮。撒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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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个可惜嘞，买个可惜嘞，爱爱撒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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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多爱拢叫我切，无干无散，无干无散，撒好我嘅，无样无正，拢去背背贴，背背贴，背背贴，哦，规上千条嘅，太浦港前，哒哒啦哒哒哒哒，biang biang biang，撒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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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个可惜嘞，买个可惜嘞，爱爱撒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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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个可惜嘞，买个可惜嘞，爱爱撒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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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皮撒皮。你吹演挑战高士关，最夹过关嘅吹就做地赢到比赛。体关喷出好彩头，要将竹筒方嘅面粉喷开来，团队正确嘅丝。天一关快运滴出去，要将假嘅头拿膜用头拿滴到指天嘅位数。第三关福气多进来，要将天内方嘅关呢吊起来。第四关财源滚滚来，两人合作将3粒球嘅弹到篮嘅杜方。大家准备好嘛？以下比赛要开始了。沙皮噜噜接力赛，皮吹和不皮吹，准备好啦！就定位了啊！高士关啊，拿奖金啊，我记得起来通关密语哦。对，我们是计时的哈。好，准备好了。第一题的通关密语，还马该东西。喷出好彩头。好，来，预备，大家快点！
加油啊！踢不久哦，踢不久中你的冲伞狗哦。加油加油加油啊！哎呀，冇判哦，太難判哦。哎，做得中下來判冇？哎，誰問你冇咁樣判冇？太厚了，這太厚了。判的哦，冇那簡單，那個冇按後拿了。冇按簡單。高一點高一點高一點。他狗的喂。加油加油！繼續繼續，趕快趕快！加油！哎，我們talk show王子，我們相聲王子。哎，你還有氣嗎？加油一下，加油一下！加油！雞呢撕出來了，好難哦，太難了。直接一口氣。他吹完後面有個饅頭在這邊啊。燕希，你有沒有很後悔？他捏了一個蔥油餅。有沒有很後悔排在第一關？好後悔。腦充血。Oh my god！哎呦，你這樣看得出來什麼字了嗎？只要猜出來。看得出來嗎？是這個頭坤坤啊！我聽我頭衝哦。頭坤啊！這個一衝行開唔出來。該不會眼花了吧？冇辦法。點解真係同意聽坤下哦？來，危險！我剛以為這一關很快就會結束了。哪邊老多人？我要救啊！我幫你撥一點，我幫你撥一點。撥點開啦，好冇？這樣會變成太辛苦嘞！哎，團得出來嗎？團得出來嗎？團得出來嗎？這是什麼？哇啊！好難哦！哦，真的太久了，夠嗎？太久了，我幫你撥一點。歡哦！歡迎的歡，他對上了。啊！高管！聽一管。你的通關密語哈。好了，通關密語那個。來，得出去。冇得。加油！各都。踩點。再一百就有了。再一百，李聘賢加油！好。再差一點，乖吧。太用力了。肚，我給你 hit 哦。前面一點，前面一點。聽到 hit。哎，摸。準備肉身了。夠了，一些，你往前這邊一步一點。夠一百。來。請選裝，記得你還通關密語哦。加油！好了，福音倒轉來。福音倒轉來。來，你一雙下簡單一些嘞哦。冇一聽哦。聽的來哦，聽的來。哎呦，過來一半，怕聽的來。OK，來，我們起春啦。不要急。慢慢來。你先用前面那個比較好用。反正你們前面已經浪費很多時間了。對，你的棒子要往前。嘿，走的。你的棒子要往前，不然會掉。哦。來。哎。對，再往前。恭喜！還有一關。加油哦！走的，手感抓到，哎，好，力拳，哎呦，走，踢西瓜，來，我們先划船哦，踢西瓜，的兩臂請就位，好來，要記得講出你們通關密語哦。好了，來，東亞畢業當空哈，好來，衝狗，要進3球哦。誰哦？求愛公高給你。某處某一啊，過一張，唱歌這麼有默契，加油！哇！哎，兩模很簡單，冇看起來很簡單呢，有忝冇？哦，燕希啊！你頭會不會暈？我知道披肩有沒有跳到蜻蜓吧？我試一下，我在哪？不要拉傷了，哎呦！辛苦了哦！鼓勵出啊！
6分59秒，差不多7分钟啦哦。对。他还有3P 吹，还有某一天哦，前面盤那個前向多時間咧，哎呀，long video 多時間。哎，冇錯。等下問3P 吹嚟講。好啦，3P 吹來。好，沙羅問3P 吹，加油啊！6分59秒，超高級哦。做得冇？有心情冇？冇問題啦。因為家己唔看見就夠高誒，所以我感覺較簡單。有天空難講啊，有時候豬隊友也很難講。很難講啊。一天可以改啦。所以你看第一關好像是曾子瑜。哎，第一關就質疑。他的機會有那個啊。哎，給你演戲嘅人呢，真難講呢。給你演戲要唱小蛋的。講董威吹哦，董威盤哦。哎呀，好，我記得這個通關密語哦。講完通關密語後，執行的任務。哎，馬上要進行比賽了啊！好來，好，預備，通關密語，請說。盤菜泡菜條。好了，計時開始。近一點，近一點，近一點，推他近一點，近一點。打戲，可以了，很強哎！來，往前，不要往腿，往前。哎呦，再來，換位置。哎，有了，像這件事嗎？馬克思，呛到了，是臀寬的嗎？字好像豆桃腮。加油！他的臉變白了，他臉上分了，真的，他現在很像日本藝妓。因為剛剛他快點出來嘛，該死嘛！字好難哦。來，快點出來嘛！快點出來嘛！司機開車了哦，來，我們賈斯汀列車開往第2關了哦，有點慢呢。來，聽一關要記得你的通關密語哦。拜雲得出一，好，得出一，好來。得出一，拜雲得出一，拜雲得出一，再來，太厲害了，加油！得出一。課後張磊對了，哎，子瑜你不要拍手，麵粉一直過來。得出一，真是麵粉。哎，加油哦！來，高興，再過來一點。賈斯汀不要帶太緊。賈斯汀，再出一。踩細細咧，你看無按簡單係冇？雖然講經營上那麼高，不要故意啊！綜藝甩，用甩的，剛剛你那個甩的。對，對不起。Oh my god！完了！拜託你。搶手茶，第三關，我們的 Barbie。來了，什麼後運動出來 ，Barbie，後運動出來。哎，抖香香，如何抖香香？哎，你不要按髮型啊！走哎呦！平衡感厲害 ，Barbie 厲害。跌到，幫阿姨，聽天了，不急哦。站起來。懂獎。Barbie 姐感覺有抓到訣竅，係冇吼？厲害哦，來哦。可以。都對，冇問題你哦。這個還要找鏡頭啊？他感覺導演會講啊。這是錯語吧？他常混夜市，可以了。夜市有在玩這個。第4關，好來，請先趴船。對，第4關給6批。船把它趴回原位。船先趴好來。開車。第7關給6批，來，請到點哦，吼。要記得你們通關密語哦。通關來。馬丁要定點哦，來。輕一點。過一半，過一個，輕一點，輕一點。
来，谢谢。哇，傻逼区西分10分了恭喜傻逼区啊！恭喜傻逼区，要到等下咧傻逼区贏啦！恭喜傻逼區，好，係啊，啊你要到單元交替了。還有其他單元哦，其他精彩嘅你嘅重演，重演跳天青傻逼啊！大家好，大家好，哇呀，新年到嘅嗬，祝福大家。萬事如意，身體康健，新年快樂，恭喜發財，3年行大運。你做嘛好點點的大足腳隨口念嘛？什麼叫隨口念呐？哦，隨口念就按反講係數來寶。哦，這過年嘛，唱數來寶比較熱鬧啊。有樣，不過唱數來寶冇按改呢。我講3塊。哪3塊啊？木塊、蟳塊、水塊。這木塊發現木頭，蟳塊變出詞來，水塊白水豬倉。哎呦，看不出來啊，老師您對數來寶這麼有研究啊？假講嘅，喺換幾件福嘅樣係來啊。哦，那是您唱數來寶唱來的呀？我老公送嚟嘅。那你提他幹嘛呢？唔過我老公係唱數來寶唱來嘅呀。哦，那真的是數着數着來了寶啦。係啊，故說根本嘢，唔可以唱入數來寶，就是我們的青菜唱。人講要隨口念嘛，講嘅就係隨來隨到，我出題就靠人做得嘛。那當然沒問題呀。好，這樣啊，你就用2位主持人，還有節目來做題目，唱到會好長嘅本叫歡喜下。過年來過年。沒問題，有紅包啊，有紅包。打板就來，好，來唱啊。打竹板好 happy， 大家聽了都歡喜。這個吉娜姐好美麗，熱情活潑，笑嘻嘻。大牛哥也笑眯眯，穿着打扮好帥氣。紅色的新衣身上穿，金光閃閃好亮眼。這個衣服還穿了什麼？我來看一看啊。看清楚哈。身上還有些小配件，帶髮捲，叼着煙，這大蒜掛滿一整串。對，沒有啊！時代還是請供出來。不是，這為了押韻嘛，押韻。你說我們的 video 押韻，按照泰語講，你是不是不喜歡？對，為押韻造謠。我的形象，誰啊？對啊，我自己形象已經很差了。再唱點好聽的啊，聽着啊。竹板打響連篇，歡歌笑語是好年，大家齊聚慶團圓呐，熱熱鬧鬧真好玩，從年挑田親撒屁，做胎嘎撒來運轉高新年呐，高新年。滄桑來的，是不是不錯吧？老師，我跟您說啊，我不只會數來寶這個技能，我還有另外一個技能特別適合過新年。哎呀，你還有乜嘅本事啊？我還會寫春聯。哎呀，真呀假呀？真的，老師您別不信啊，我每年寫的春聯啊，放到網絡上去賣，可以賣好多錢哦。真的哦。而且我這樣跟您說吧，就是今年過年啊，您不用送我紅包了，送我數鈔機就可以了。傻逼哦！傻逼哦！那你冇打算要送紅包啦？不過做嘛，你下春聯做的春聯多錢呐？那當然啦，因為我的春聯有創意，人家要什麼我就寫什麼，客製化春聯。暗槍哦，跟我再出一題都考。老師您是馬呀？乜個意思？這麼愛出題呀？不是，是假講的呀。做得嘛，做得像。可以，您出。我跟您說，不止您出什麼，我寫什麼。哦，今年是蛇年嘛。這個橫批我還能都帶有蛇這個字。橫批全部都能帶啥哦？對，做得跟我相關啦。來。啊，有嘞，過年大家都要打麻雀，打麻雀有春聯嘛。這個簡單，聽好了啊。等一下，雙聯。這個要啥來啥，手氣順。哎呦，數據猛哦！下聯說胡就胡，財運開。哎呦，橫批捨我其誰？哎呀，我贏錢。我們客家人講的那個賭狗有沒有？有沒有講賺洋錢啊？有輸錢的時間，跟輸錢幹有春聯。不。
人家春联都写好的，哪有写输钱的呀？哎，嘿，你这个讲，妈个都会写来样哎，你写不出来，你写不出来，你写不出来。一把年纪还装可爱了。带波我啦。可以。啊，听着啊，爽脸。这个放枪不停年难过。哎呦，很熟哟，给哈脸呢。欠钱不还因为穷。感恩啦。哎，绑皮。输钱卤蛇。哎呦，讲起唔养钱还输钱哦。谁叫你要写输钱的春联呢？啊，好嘞，梦梦哎，真紧一有才情哦，是不是？最明我再出一题，也挺真紧写出来。我唔但枪送一台数钞机，我包你台风保本。哎呦，真的假的？您快出！给过年的时间，亲戚朋友来屋下，最闹的就给满东满西满长满短，表面可以落去关心，实际哦不用动太压力呢，可以把春联搭到检房门口，问大家一看就地讲，哎呦，马个又满满哦，做对吗？这个哦，有需要。我想一下啊，这个不好写。绑皮同样有傻呀的事哦。有想出来了，爽脸。别再问感情状态、薪水数字，哈脸，只要祝阖家团圆、平安健康。绑皮，什么时候给红包啊？跳。还记得当时离开一片恬静，爱是假的不知两般面对，上做戏无意义，讲到爱情无助无依，我不在意。爱是假的不知两般面对，上做戏无意义，讲到爱情无助无依，我不在意。And you get off it, yeah, I'm going.
哦，今天节目已经到尾声了。6点钟的时间呢，哎，秀一下都过得了哈。啊，他甲天色啊，那制作单位真的用尽心个精神来做啊好看的节目。他甲今日搞到有欢喜冇？有。太团圆当中的看到太气概，系冇？还有好多嘅好朋友。哎呦，大家一定谢谢啊，谢谢安先生，他们就看到人家对我很好养眼哦，真的，舒服啊，舒服啊。对啊，我相信啊，今年好。去年那个幕後嘅事情，他個怎麼過題？過去咧，係啊，他個迎接新嘅好嘅一年，哦，希望他個今年做歡歡喜喜嘅過好年，年年做快樂嘅台灣年。好啦，我個人嚟唱嘅。外國嘅朋友啊，來自美國嘅客家人。自跑的永連天，獨恨你過新年，白天公有白露出現，大家慶團圓，路途上真好年，從山過來拜年，大氣把飯又做半夜。賺錢，恭喜恭喜恭喜你，呀呀都咿呀嘿，祝福你為你笑連連，富貴呀樂無邊。恭喜恭喜恭喜你，呀呀都咿呀嘿，祝福你平安數年長，歡喜台灣年，歡喜客家年。親愛的觀眾所有觀眾朋友，大家